電影界別嘅得獎者賴恩慈 Award for Young Artist in Film Miss 賴恩慈。賴恩慈去年嘅獨立短片作品《1+1》，充分表現佢對社會嘅敏鋭觸覺。多謝香港藝術發展局，多謝提名我嘅莫超如先生，多謝好氣量，我係 proud of 我自己係嚟自好氣量嘅，多謝楊炳基，多謝香港攝影節，多謝一直支持我嘅 Mada， 多謝1+1嘅攝製團隊，多謝 Nicole， 你令到1+1可以竟然喺百老匯電影中心嗰度上演。多謝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，多謝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，多謝英國嘅列斯大學戲劇系，你哋培育咗我喺唔同嘅方向去創作。時間有限，我唔可以多謝每一位。如果我喺呢度冇提到你嘅名嘅話，希望你會原諒我。因為我一定要多謝一班對菜園村不離不棄嘅人，因為拍1+1嘅時候，我深入咁樣去了解咗佢哋，我知道佢哋做嘅嘢並唔係為咗自己。更加唔係因為收咗錢而特登同政府去搞對抗，佢哋只係珍惜菜園村嘅一草一木，每一間屋，每一個人。我只係希望社會可以多啲唔同嘅價值，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自由同埋創作空間每一位藝術家，因為其實藝術家唔係搞破壞，只係搞創作。我哋只係將我哋嘅所思所想、所見所聞化為藝術品。最後亦都最重要嘅係請釋放艾未未。Thank you.